行警告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1公司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夜店台市警察的罪犯易宝红，杀人了后，搁会使去外役加价，即马是引起外界质疑。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未来修法了后，重大的暴力犯罪就袂使搁去外役加价遐尔轻可。若在野党即马是认为讲应该赶紧开临时会，赶紧修法。总统府嘛发出声明，赞成立法院开临时会量查处理。台北市信义区夜店太警案罪犯易宝红改掉外役监服刑，引起舆论的反弹。部分党派总统参选人嘛做伙批评，赖清德讲，当罪犯应该爱实实在在做完徒刑，袂当上空上芳投机。法务部长蔡清祥切实亲身出来讲，修法完成前会严格审查。修正的内容就包括了杀警等重大暴力犯罪是排除可以进入外役监来服刑的。修法完成之前，我已经督促矫正署对于个案要从严来审查。被告现行法甲修正草案，即马规定毒品犯、性侵犯、脱逃犯袂使遴选。修法草案是提高遴选的条件，必须要假释，也是期满前1年申请。若是犯10年以上的重罪、重大暴力犯罪、儿童加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也到毒品家暴等，袂使去外役监服刑。国民党呼吁立法院伫临时会加速审理外役监条例修法，时力甲民众党团也拢支持。民进党修外役监条例根本是打假球，雷声大雨点小。朝野党团应该将外役监条例修法列入临时会议程。包括我还有包括我们柯总召都有提到，我们希望在下个会期的时候呢，可以排入法案里面希望法务部再做一下比较好的修正，那尽速送到立法院来审查。总统府讲，蔡总统甲行政院长陈建仁嘛伫讨论，各界对外役监条例修法真关心，认为应该会当伫这个临时会持续集中讨论。不过草案有25案，希望调影会当理性讨论，达成共识，完成立法。记者综合报道。外役加价这个制度，即马是佫引起社会关心。原本外役加价是要互受刑人转去到社会进前的一个机构，伊的管理方式就无遐尔严，而且伊嘛会降低介护的程度。严格进前就捌发生有受刑人伫外役加价偷选去的问题，甚至嘛有人批评讲，关伫外役加价的拢是一寡有头有面有靠山的人，才有法度关伫遐。即马司改会是认为讲，外役加价也是有存在必要，重点是谁会当入去。2014年台警案犯人易宝红转去外役监服刑，引起舆论的不满。2022年台南台警案是由外役监脱逃的林信娥所做，所以目前这做法，互殉职员警遭随结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你等于是2次伤害殉职警察的家属的那个内心很气愤我不知道是不是利用关系之类的，竟然可以2年就可以申请外役监，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太扯了，扯到一个不行外役监立法目的是为了让受刑人转去社会生活前慢慢适应，用无围墙较少介护管理，无需要挂脚镣手铐，也可会当定期放假转厝探亲。目前全台湾拢总有3个外役加价，分别是台南的明德、花莲自强，一家桃园的八德。才不会说一下子被放出去之后，他反而不适应，再放率可能更高。所以我们纵观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有外役监这样的设置，而不是说所有的犯人都关好关满。根据矫正署的统计，为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拢总11323人提选去外役监，不过期间脱逃的是49人，有45人是伫转厝的时阵逃走。2023年到今也发生至少4件脱逃事件，还有袂少坐假的正常名流拢申请去外役监，包括前民进党立委高志平、前行政院秘书长林奕世，未全前当作为应冲前总统陈水扁的亲家甲囝婿着狱跳甲着建明，也有国民党立委傅昆萁。外役监所变做有权有势的人的天堂。选出来的结果为什么都长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觉得反而是可能会让大家很困惑，有没有依照着这个外役监它真实的目的，就是它是真的要有适应需求的人才比较可能被选上的这个目的来选。司改会指出，外役监不是协助受刑人连接社会唯一的机制，不过也是有伊存在的必要。矫正署并无公布遴选外役监资格积分安怎计算，呼吁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才当促进理解。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联邦银行逼出行员勾结诈骗集团，检警伫昨昏是分4路去敲，带通化分行现场的经理，也有6个行员到案说明，依照违反银行法诈欺洗钱，对现场的经理甲1个行员申请羁押禁见，其他的人是以5万至10万交保。这个案件是新北的检方在侦办一件电信诈骗的时，发现讲有几个人头口座，乃伫联邦银行的通化分行，发现分行现场的经理甲1寡行员有涉嫌甲诈骗集团勾结。初步估计讲，这诈骗的金额有几千万。联邦银行有发出声明，讲检方的行动甲公司的营运并无关系，嘛无对银行有造成财务的影响。若公司嘛依法配合调查。接落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较无稳定，若温度会略略下降。过昼了后，会落雷公雨，伫中南部雨嘛较粗。气象局已经有针对台南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因为咱台湾附近的水汽有增加，今仔日的温度总算会当小可下降啊。天气是较无稳定。食方面的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西半部过昼了后是落雷公雨，也若中南部是到上大雨，雨会较粗。气象局有针对台南发布大雨特报。温度的方面，无落雨时，各地头同款是感觉高温烧热，高温有32度到34度。气象局嘛有针对高雄、屏东、花莲发布高温特报。中昼的时，紫外线指数同款是过量到危险的级数。伫户外就爱做好早日，乡亲嘛爱加啉水。天气遮尔热，昨昏上热的所在是出现伫台东的金轮，中昼有38度8。有医生即摆就警告讲，今年热伤害去互医生看的患者是比英国也搁较侪，其中热衰竭占上侪。嘛要提醒民众，天气遮恶劣，爱加啉水。另外，伫中华湾林就有一个路牌，因为天气伤过热，跩规个酒气跩变形。中华园林这个路标指示牌，好亲像火一头拍甲扬起，搭伫天帮电管的塑胶布，这几天温度悬，规个变形落落来，互当地人感觉真稀奇。原本这一块它是由原本的铁板跟上面的一个那个广告纸贴附哈，那因为可能广告纸年久有稍微的变形跟老化哈，那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再去做处理跟清查。全台拢是好天有够热，8以上高温出现伫台东县金轮7站，中昼12点10分，升到38.8度。这么热的天气，也让热伤害一直增加。经济卫福部统计，今年7月初1到初9，全台热伤害看医生到274人次。台大基金医师提出警告，今年热伤害人数比往年增加，尤其是热衰竭。若无及时补充水分，恐惊会加做掉沙，死亡率有5成。热衰竭的话，就是第一个它会大量的出汗，然后呢会有一点晕眩，然后再来呢，它脉搏会非常的快哦。到了中暑的时候呢，它反而不出汗了，而且体温呢会高达40度以上。气象局指出，8日开始太平洋高压减少水汽增加，局部山区中昼过后西北风较明显，各地气温也小可降1-2度。特别是明天水汽比较多，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中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明天的午后的阵雨会比较明显，会可能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局表示，拜五进前，全台依然是高温真热的天气，虽然气温小可降落来，不过只是高温的时间较长，体感温度是较湿热。提醒民众出外的时阵，要注意唔通去曝伤，要加啉水。记者综合报道。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国家统计局伫昨昏公布6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0%，这是28个月以来新低，嘛比顶个月衰退0.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定义 ，CPI 年增率连续2季衰退，就算是通货缩减。因为中国是咱台湾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通货缩减，咱台湾的经济和咱台湾的出口就会出现挑战。来关心自由时报，前副帮县长雷亚手陈凯伦，2021年年底以家庭的因素向球团申请引退。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书伫昨昏出来啊，原因是伊犯下性侵未遂，伊被判1年8个月。中华职棒即马嘛发出声明，表示伊永远袂使再参加联盟的比赛。来关心中国时报，英国嘅
荷兰输油厂所生产的喷片剂有欠货，基层的诊所和药局即马拢买无。有感染科医师就表示讲，即阵是完全拢无库存啊，嘛认为讲咱国内这波欠药啊，甲今年4月份健保降价优惠有关系。嘛，即期讲是药事放急放放，反应伤过慢。来关心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昨昏是接见美国亚利桑那州红红城的市长所带访问团。红红城的市长就表示讲，伫红红城有对咱台湾过去的银行业、餐饮业，还有医疗团队，希望会当请更较侪台湾企业去当地投资。伊讲，伊嘛会争取飞行机直飞航班。送礼品表达欢迎，行政院长陈建仁初十接见美国亚利桑那州红红城市长盖耶格访问团。盖耶格讲到红红城有来自台湾的银行业、餐饮甲中文医疗服务进驻，希望吸引更较侪台湾企业投资。Continuing to work to make it easier to do busines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we hope to add air service between Taipei and the city of Phoenix. 在过去将近4年的时间里，台湾与亚利桑那州的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台积电在大后方城区投资了400亿的美元来新建晶圆厂，使当地成为全美半导体的重镇。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红红城设厂，带动真大商机。盖耶格一礼拜带团访问在日韩中国，希望吸引更较侪的半导体产业投资，也毋忘促成亚洲重要城市甲红红城开通直航。凤凰城在美国不算是这种大都会啦，一线城市所以他这一次这个市长来访，当然是想借由台积电呢，在这个 Arizona 那边投资趁这个机会呢，希望发展凤凰城成为一个这个观光都市。专家指出，城市对城市直航会当大大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亚利桑那州形成台湾城，若是半导体甚至协力厂商拢有机会伫当地发展。华航表示，会继续以市场甲客户需求，评估新开航点包机等中型航空业回应，任何有潜力的新航点，拢会以各方面做上适合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北约峰会，对今仔日开始连续2天会伫立陶宛举办。因为这一届峰会离俄罗斯真晚，所以北约的成员31个国家内底，有16个国家有派兵去当地要维护治安。那乌克兰敢有法度加入北约，是这一届会议的焦点。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先表态啊，伊讲战争无结束就无适合加入。美国总统拜登初到飞去英国伦敦，伫11出席立陶宛北约峰会进前，准备先甲英国首相苏纳克进行会谈。那拜登今日以乌克兰伫要无武器为由，宣布要提供俄国已经有123个插有禁用的急速炸弹，伫国际间引起反对声音。北约内部也出现分裂的意见。苏纳克伫拜登造访进前表明，英国无赞成美国决定。Well, the UK is signatory to a convention which prohibits the production or use of cluster munitions and discourages their use. 这摆的北约峰会11到12会伫立陶宛登场，北约31个成员国领袖会同在伫首都维尔纽斯，因为维尔纽斯离白俄罗斯只有大约32公里，离俄国也只有151公里，是俄俄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峰会举办地点离俄国上近的一摆，所以北约其中的16个成员国已经派出1000名士兵甲各式的军事装备保卫峰会安全。那立陶宛为今年热天开始，就已经伫白俄甲俄国边境增派3部的巡逻能力。This situation is really very tense because of aggress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So it's already on a very, very high level. 立陶宛北约峰会的当头戏就是俄乌战争，甲感谢达成共识，和乌克兰加盟。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伫俄乌战争结束进前，无适合和乌克兰加盟。那么，因为北约共同防御的义务，所有成员国拢向加入战争，德国也无赞成和乌克兰相近加入。北约秘书长顶日表示，这摆峰会目标就是继续挺乌克兰抗俄。And then the most urgent task, and all analysts agree on that, is that we will stand by Ukraine. We will provide support to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because unless Ukraine win this war, there's no membership issue to be discussed at all.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摆也受邀赴会，伊行前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专访的时强调，伊会伫峰会期间极力呼吁北约成员加紧乌克兰加盟的进度，因为90%的乌克兰民众拢希望加盟北约。那随定加盟一直互通气卡关，也是峰会讨论重点。公司新闻警员评评议。也那美国嘅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行程已经结束，伊强调美国和中国袂使切断关系，若无全世界就无法度稳定。耶伦伊嘛承认讲，美中目前也有真侪所在意见不同。也那讲，伊讲伊即届访问主要是要帮助双方会当建立沟通的管道。也那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也未答应要恢复两国之间军事的对话。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seek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We know that a decoupling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destabilizing for the world. 美国财长耶伦4天的访问中国行程礼拜结束，伊甲中国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也甲人民银行行长、财政部长等人会面。拢总会谈时间10点钟。要离开之前，伊总结即届的成果，佮再声明美国无寻求甲中国脱钩，也就双方无共意见进行直接佮有效的沟通。The U.S. and China have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s. Those disagreements need to be communicated clearly and directly. But President Biden and I do not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the fram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We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to thrive. 耶伦虽然讲希望推动两国健康的经济竞争，唔是赢的拢卯，也未强迫各国挺高平。不过中国也是关心美国所发动的晶片战甲科技战，希望双方落实去年伫巴厘岛拜习会所达成的共识。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坚持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把有关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中国的官方媒体评论指出，对耶伦所讲的也是爱听伊讲、看伊做。中国无接受无条件配合的美国式竞争，双方关系敢有法度有改善，目前也看袂出来。北京国安顾问苏立文是讲，耶伦访问中国了后，北京目前也唔肯甲华府维持军事的联络。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再来关心国际上内战的国家，先来看东非的苏丹，内战已经3个月啊，局势是乱糟糟，规个国家已经强要变作战区。伫首都附近顶礼拜六佫发生空袭，造成22个人死亡，大部分拢是无辜的老百姓。另外一个内战的国家是咱的友邦海地，主要是帮派在乱。即马当地百姓已经挡袂牢啊，是用私刑加200多个乌刀拍死。建筑物内底拢是遗体，亲友伫边仔一直喊。东非苏丹的世面愈来愈乱，首都喀土穆附近的恩图曼侧边佫拄着空袭，地数至少22人死亡，几60人受伤，死者袂少是百姓，甚至有一支火啊，12个人拢互大炮崩死。残忍的景象，互翕的人嘛真唔甘。啊，毋过烧钱的政府军甲 RSF 快速支援部队拢无先前发动攻击。毋过到伫同一天，政府军伫社交媒体讲，台死20个叛军，佫一直伫庆祝。苏丹的内乱已经3个月啊，卫生部统计4月到即马已经有超过1100人死亡。毋过另外的数据显示，死亡的人数超过3000人。联合国车到谴责空袭，佫警告苏丹的战争已经扩大到北部甲东南部地区，面临全面的内战。伫高政区，性暴力、抢劫，一甲针对种族的杀害事件是佫较侪。同款因为内乱受苦的，也有咱国友邦海地。海地因为帮派真侪，社会不安也已经真久啊。毋过政府一直无法度解决，礼拜几落千人佫再行进首都太子港的街路示威。也有部分民众自组治安团体对抗恶徒，到今已经对200外的帮派分子用私刑。Since April, BNU has documented the killing of at least 264 alleged gang members by vigilante groups. 不过，联合国是烦恼民众用暴力相对抗，恐惊世面会愈歹，呼吁国际社会协助海地政府安定局势。不过，为去年10月联合国提出各国组成国际部队的想法了后，到即马也无实质的进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来关心美国国家体操队的前队医纳瑟目前当在在家，不过即马是风声讲伊伫家家内底互拄着伤，状况是稳定的。即马家家管理人力不足，无法度控制即款冲突，这个问题即马是搁一届引起讨论。美联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讲法，国家体操队前任队医纳瑟，找到伫咧非洲一间联邦监狱内面，甲另外一个犯人冤家时阵被抬几落刀，去伤到脚趾边甲胸坎，即马情形稳定。这间监狱即马工作人员无够，负责过纳瑟落网区域的警察，迄当阵也阁是照规定伫咧加班。We know that one of the officers involved was working a third overtime shift, so that's 16 hours that officer was on, and the second officer was on a second mandatory overtime shift. This is, again, a significant issue within the federal prison system. 纳瑟捌做过美国女子体操队队医18年，性侵过500多位少女查某囡仔，并且承认有儿童色情相片画刊。2018年被判300万年的刑期掠去关。这几年联邦监狱工作人员真欠，已经过身的霍亚人爱普斯坦2019年伫咧监狱自杀，大家才开始注意。An Associated Press investigation in 2021 found that nearly 1/3 of correctional officer positions at federal prisons across the country remain open, which forces the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to use other employees like cooks, teachers, nurses to fill those posts. And we've reported that those staffing shortages have led to critical incidents and hampered responses to emergencies like suicides involving inmates. 去年接监狱局长的克莱特彼得斯讲，要改革以前的招聘方式，提高透明度。严过伫咧顶个月，互人叫做大学航空炸弹客卡陈司机伫北卡联邦监狱的医疗中心自杀，表示这个问题也是无改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北约秘书长甲土耳其总统、瑞典的总理会谈了后，即马是对外表示，土耳其总统已经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不过土耳其的国会会去批准这个申请案。不过土耳其总统嘛有提出同样的条件，是讲爱欧盟重新启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安尼伊就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来关心，乌克兰是表示，俄罗斯的军队轰炸乌克兰的东南部，东南部一间援助中心轰炸，已经增加7个人死亡，13个人重伤啊。乌克兰扎波罗热这个所在州长伫社群媒体顶头是批评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来关心荷兰，因为移民的议题伫国内出现争议，联合政府放弃荷兰的总理吕特宣布伊要退出政坛。伊自2010年领导过4届的联合政府，即马伊要退出政坛嘛，结束伊伫荷兰史上做上久的领导权。镜头佮等下咱国内来关心汉光39号士兵操演，7月24到7月28要进行，会伫北部淡水河口进行反击作战，而且伫桃园机场、桃园的炼油厂，也有咱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这所在拢有演习。若东部嘛有 F-16战机冲场飞过台东的丰年机场。国军汉光39号士兵操演伫7月24到28，其中新800里海堡、台北港甲淡水河口是防卫替三甲，也是首都防卫区重要战略位置。70伫台北港甲8里、瓦尾、海堡举行大港防空甲反击作战有演。即摆周边战场规模扩大，亲像校高阵地，就是演敌敌人前进的重要工事。F-16加空冲场飞过台东丰年机场，未少军事迷酒伫外口，就是要翕伊的影子。到汉光演习这一天 ，F-16会落地，个紧急装弹了后起飞。OH-58D 战术直升机为空中飞过，陆军特战部队担任攻击军，无期进攻桃园炼油厂。门口是有防务工事，由桃园宪兵队市警局、桃园市后备路担任防卫军，多重防护火线对抗攻击。桃园机场是进行反空降科目有限，拢是为汉光士兵操演来乱心。记者综合报道。肯定国家公园24点钟的影像，即马是透过 YouTube 的频道伫网络顶头直播放送。不过有民众即马是发现讲，中国的乌北电视台官方的抖音无经过咱的授权，就偷摕咱垦丁的相片，那个写屏东发生地动这款假消息。有网友即马是挑故意去这粒镜头顶头前去压国旗，要逼中国把这个影像摕掉。
昆丁街路影像直播看起来真正常，不过详细看字体是中国简体字，边啊配合台湾地动监控图，下卡标题佮发布屏东5.4级地震嘅信息。有网友发现了后，马上起镜头前人国旗。百度向的中国抖音账号将这影像摕落来。甲咱扫楼吼，咱是感觉讲是足苦因为咱是讲住伫乡村这个所在吼，咱是不时都有看到，敢若有迄战斗机伫过吼，但是咱的民心袂浮躁，就是原本就没有的事情，他就只是截取了一段影像，无中生有去误导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些看法。亚国旗的民众低调无愿意出来，影像经过比对是警管处设伫的白楼大门的监视器，透过 YouTube 频道直播。不过中国封锁 YouTube 频道，河北电视台官方抖音率营转播画面，是不是有治安记录呢？本处接获通报后，也通盘检视本处官网，也没有任何被入侵的一个现象，因此并无治安的疑虑。警管处指出，国家公园即时影像直播主要作用是让全世界民众透过网络即时掌握国家公园的人潮、甲交通状况、甲风景的风光、无治安记录。只是网络快速流通的时代，要避免做到故意变做假消息误导，民众要加查证。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国内类似的服务业有复苏。全体房产的员工今年1月份至5月份实质经常性的薪水是年增0.02%。即马不过出口衰退嘛影响企业分奖金的意愿。伫实质的总薪水这部分是年减0.81%，这是最近7年来同期头一届的负成长。毕业生加出校园进入一场求职网针对性就业做出调查结果发现，今年有96.6%企业表示有聘雇新人或者是退伍新人计划。调查发现，企业对学术学历的人平均愿意提供的起薪是30471块，比去年加313块。有研究所学历的人平均愿意给的薪水是33615块，提悬713块。基本工资的7连升呢，推升了这个新鲜人起薪的一个增加，加上有这个缺工潮，使得这个新鲜人起薪不但呢这个比去年增加323块钱，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抵消掉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主计总处也公布，至到5月经常性薪水平均45314块，年增2.46%；总薪水平均63698块，年增1.61%。那平减降基不加指数2.44%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拜托衰退转做0.02%正成长。不过实际总薪水是继续衰退，年减0.01%，是最近7年同期第一摆负成长。总薪资确实是受到出口的一个不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因为之前发放的那个都比较高，所以基期比较高的这2个因素的影响，1到5月的总薪资的那个增幅的部分就不如以往那么高了。劳动部公布上新减班休群统计，目前有531间，9116人无薪假，比顶一期减少1547间，8835人。因为我们这一期公布的的数据会有这个所谓的月底效应那所以大概各个产业大概都有减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民办大厂群创最近完成新一波组织三新，公司正式6月底已经结束两户专案优退措施，超过300个员工申请优退，降低人事成本。要拼伫民办景气起来了后，用真紧反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休热，真侪学生囡仔踮厝内，即马着家长甲学生是咧反映讲，补习班的电话、滴滴卡拢卡来招生。伊是咧发现讲，为虾米因遮个人资料厝内电话会泄露出去？台北市的教育局就强调讲，总共有必要会去稽查。嘛讲去年甲呾已经有罚21件，罚金罚补习班加已经有上100万啊。台北市南阳街补习班真侪，伫休热补习班拼命招生，毋过家长甲学生反映，一直接到招生的电话真困扰。大概就是问成绩，然后他觉得你成绩不好，就问你要不要补习，就不想哦。
浪费时间在回答电话上面，就讲完就挂掉这样。为什么那么精准？学校、户政这些公部门机关相关出去的资料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学生表示，常常接到补习班的招生电话，家长团体是对公部门各自处理有疑虑。这个同学在这个补习班补习，我可能因为觉得这补习班不错，那我就把我们班上的同学录给了补习班，也请补习班去跟其他同学联络。可以把补习班的名称记录下来，问他个资是怎么取得的，他无法提供，跟教育局做通报，个资取得是有疑问的，我们就可以进行裁罚。教育局强调，必要时阵会照事情去补习班加早开发。去年到即马已经发21间上百班，也定期查核校内各自处理的相关作业。现在个资法修改了之后，没有取得使用者的同意，或者是说我不同意之后他没有删除的话，那这个基本上罚则都有被提高，现在罚就是罚到更多的钱。专家认为，台湾在治安落实顶悬，也该加强，要避免资料串接过程出现漏洞，甚至出现和骇客入侵、偷摕个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北科大营队的学生有去台北一间海产大食饭，结果甲店头白饭食了后，因为店头未付传，这学生囡仔离开的时是留落来一粒星无好的评论。因的行为伫网络顶头引起批评。虽讲这学生已经有几啊届回失礼啊，店头嘛有接受啊，也毋过这件代志也无法度收煞。营队的总调集人伫昨昏半暝啊，佮有铺影片，佮一摆澄清说明回失礼。开门营业进前，头家就要先煮饭传料，这是餐饮业者普通时拢爱做的代志。伫最近引起争议的北科大白饭事件，是初八暗有20几位学生到店内食饭，结果甲店内白饭食完了，留真侪1000的负评，互店头家真无奈。北科大自在营的工作人员随发声明，认为伫Google顶头有消费者评论的原则，也毋过头家是讲今夜有出入，双方讲法无同。网络的评论真多，学生随机店内回失的责任翕相，并实众怒。有来道歉了，那我也希望，社会大众们就是说，我们把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本来就是代志安尼就结束，也毋过学生讲有一寡媒体甲代志切头断尾，甲中一段夸大报道，互代志愈闹愈大，所以初十暗又总调录影片向外界回失的，说明代志发生的规个过程。也讲，其中有一寡学生最近受到真侪批评，情绪真歹。他提到可以检讨和改进的部分，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听了进去。但这种无异于事件处理且锋利的言论，我们不会照单全收。总调伫咧上新的影片内面几多遍回失的，因若头家也早伫第一时间就接受学生的道歉，不过网络顶也是真侪人伫咧骂，好代志一直无法度煞。伫即马网络时代，每一个人拢是越听人的社会，民众要安怎伫咧一个新闻事件内面有独立思考判断，是真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南京西路外近几个所在，伫初八半暝啊，车路落下去，有赶紧去吞涂，毋过想袂到伫初10半暝啊，又搁落下，而且范围搁较大。昨下晡已经赶紧去拍阿门土来稳定地基。另外，土木技师嘛有到现场，即马有到24点钟的监测器咧监测，要看附近的大楼敢有起气的状况。这拄啊铺好的点架路，佫出现避损。北市大东区南京西路外贵德街一带，初八发生崩塌的状况，经过抢修，初10透早佫发生崩起，而且范围也佫较扩大。早上起来又变成大天坑啊，吓死人了！到时候又怕停水，又怕停电，又怕前面交通不方便了。北市干部局检判地下损害有水管线挖进淡水河，因为漏水地下水中悬。炸掉大量的土砂，使土点救康范围增大。市长周万安在机构场实在是强调，保证上重要就是针对路面，帮到4块围区要进行全面监测。基础是西宁北路甲宽和北路这一段先锋路，佮透过警广等管道，互民众随了解封路改道进行，确保交通袂受影响。好，目前已经掌握，确定就是在深度比较深的卫公管，也就是污水管这边有破损，这一段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废止，然后相关的
卫公馆，我们在前端我们就有一个分流，也都已经处理好。因为自来水管线受到下项影响，所脱接漏水，北水处已经及时关掉相关制水装置，阻止漏水。市区为用户108号会暂时停止供水。北水处早起9点起伫南京西路301到325号设置临时供水站，下到现场继续进行灌井作业稳定地基。嘉中道南马口头会电静止24点钟了后，扫描土地雷达，警示涂骹底监视也有空棚，佮看情况进行后续地质改良作业。北市土木结构技师也到场装置建筑部倾斜机预警系统，维护市区为自化安全。人工倾斜仪的部分大概有6颗，然后我们全自动的部分总共有4组。实际上那个倾斜率都是非常微小的，整个稳定度我们一定是确实去掌控的。专自动建筑部倾斜机24点钟监测建筑部倾斜状况，现场也针对地表电焊点进行监测。副市长李树川指出，帮助的部分会进行地质改良，预计需要3至4天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部的水库水量存无偌济，农委会伫七八已经宣布，嘉南地区的万东稻仔有28000多公顷爱休耕，这嘛是有史以来头一届早万东稻仔拢爱休耕。农民就烦恼讲，3不5时就爱休耕，会去影响到稻仔相关的产业。农政单位是表示，休耕是国部长不得已的做法，会和农民沟通，想办法来降低冲击。来到南部上大的闸门水库大坝区，工电人员正咧装抽泥船的机具。这个地点会当用来装机具，就看会出来水情状况偌歹。时间来到7月，全台已经有1400多工无风台来，南部的水情依然是真安堵。闸门甲乌山头水库的水加起来也才1亿外度尔。农委会七八宣布，嘉南地区的万东有28000多公顷要全面休耕，至少10多万的农民受到影响。这也是南台湾史上第一届规年烫天稻仔拢休耕。米吉亚的所有灌溉需血量大概需要评估，大概需要3亿多，跟水利署还有署里面他们大家来检讨啊，觉得这个灌溉要全部灌溉风险比较高啦。南水局表示，闸门甲乌山头水库4到5月落雨量是仅614毫米，甲同期比起来是减2.4亿吨的水量。这也严重影响到因田，其中台南市后壁区的稻仔有3000公顷，已经连续3年的早冬拢休耕。这届万冬又搁休耕，对稻仔的供应链来讲是真伤。要看政策啦，我们没办法。那政府他说他没水，他是要休耕，那你也不能不去，你还是要去申请啦。那你不去申请的话，我们买水还是要钱。你补助予我呢？是阮那个从阮家己做的，佫不要紧哦。你也共做的，人佫要甲你刷一半。你像他青龙，敢返乡呢？经营的越大，当然它受到这种冲击也越大。那有很多机械是还必须在缴那个贷款的那个情况下，我一下子那个经济来源断掉了。休耕按照英国规定，农民虽然会当领到10公顷96000块的补助，不过也有不少农民认为，若是常常咧休耕，百面会影响到台南稻仔产业发展，对农产的分工甲稻仔供应链嘛会受到影响。农政单位是表示，会继续甲农民沟通说明，来协助因渡过难关。记者台南报道。有民众驶车去玉山的时，伫新中华路段发现姜仔虎，而且这姜仔虎佫向人来讨物件食。有专家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姜仔虎这个族群即马愈来愈大，食食欠缺，所以才来讨物件。劳管处是强调讲，饲野生动物食物件是犯法的，安尼就换政府饲民众食罚单。车路边啊有一个细细只的身影跳来跳去，详细看是一只姜仔虎。有开好奇停落来看，姜仔虎意思要讨食，佮我紧轿车，这行为互游客感觉罕见佮心实。觉得很惊讶吧，就是通常野生动物看到人类应该是要逃跑的。有民众车到经过台21线新中横公路，往玉山国家公园踏驾时，发现这只姜仔虎一路经过，甲较早看到人道味的品性无同。学者表示，最近姜仔虎的族群扩大。毋过食物来源煞无法度满足需求，所以就改做食人类的物件来生存。所以它的族群是在扩张中扩张中当然它跟人类的接触机会就频度就很高嘛。因为我们山上的人类的活动的
的频度也没有降低啊。它有行为就会接受，它可以拿到食物的，就跟猴子一样嘛。生态学者表示，姜仔好是食肉的动物，惯势规定做伙去掠姜仔。不过最近接甲人类接触，加上食物来源欠缺，出现甲高山共款讨食的现象。药管处表示，若游客家己饲，会依照违反国家公园法开罚。那一旦发现民众喂食，我们会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饲姜仔好的行为会改变因的品性，卖增加人甲动物的冲突。药管处表示，因会加强巡逻，呼吁游客嘛会避免饲野生动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咱台湾有丰富的生态环境，而且是真侪岛礁的停靠站。台湾博物馆即摆有举办台湾岛礁展览，有小解来咱台湾的岛礁的种类。专家即摆就表示，岛礁因看到讲会清早去弄到大楼的玻璃，无细时去弄死，希望外界爱关心这个议题。伫台南7个地区，逐当拢会飞来台湾过冬的乌面腊杯，全球有6000多只。台湾嘛记录着超过3800多只，数量一当比一当较济。毋但乌面腊杯，台湾有将近700种的鸟类，其中有7成是岛礁。台湾博物馆最近就举办展览来了解台湾的岛礁。台湾会列为这个候鸟重要的一个国际站哈，我想应该很清楚，代表台湾这块土地。其实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以及很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资源。台博馆嘛表示，这摆阁有展出台湾真罕见的岛礁的标本，有1943年的白头鹤，1912年的高头鹰。这只秃鹫呢，是1912年的时阵在台湾发现的，是在台湾那个掠来做标本，非常罕有的一种候鸟。台博馆嘛指出讲，伫美国有种1只的鸟类因为弄到虫仔死亡，未来这嘛是保育的重点。高楼大厦的这个窗户造成的这个反射的影像，以及它的透明，造成鸟类无法去判断然后撞到窗户而死。台博馆嘛讲，透过展览，互民众认识台湾鸟类生态的多样性，甲野鸟保育的重要。记者陈阿生、谢桂林采访报道。一支毛笔爱100道工法才做会起来。咱台湾头一个封定落做毛笔制作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陈景聪老师，伊目前当伫中华举办展览，嘛有开放做毛笔的体验课程，互民众去学做毛笔。高的对下面高一个箍啊起来，个练起来。这位咧教毛笔北线的师傅，是台湾头一位受登录的毛笔制作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陈景聪老师。做笔将近50档，即阵当伫咧中华艺术馆举办展览，嘛开放毛笔体验课程，互民众来学做笔。一开始很困难，后来学会了，就觉得很上手。感觉最近的囡仔拢甲毛笔拢做成熟的，然后我带阮小朋友来遮接触这些毛笔，实在毛笔免怎制作。北线、点笔、折章、热毛。陈景聪老师表示，这种毛笔上可贵的功夫，就是一个人有法度完成100道的工法，独立制作一支毛笔。有这款功夫的师傅，全台湾恐惊剩无10个人。伊嘛无创部举办体验课程，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学功夫。这个是先用上届后壁这个10道的工法吼。来互因做体验，因为技术毋是1天2天做会起来吼。所以讲，成为体验了后呢，慢慢我用较容易吼了解，会当理解的技术吼，安尼来要体验要接手，安尼较紧啦吼。最主要是爱生活有兴趣，袂使来学人有挫折感啦，挫折感伊就毋敢活来啊。陈景聪表示，1970年代是台湾毛笔上界辉煌的时阵。当时要找西亚工足简单的，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毛笔行业渐渐稀微。伊除了自行传承做毛笔的功夫，嘛写书法，用毛笔做艺术创作，望这门传统工艺卖断路。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文化新简介先来看3年1科的台南所处中乡宫的文王祭，有来做市定民俗，因过王府的仪式真神秘。
也来表风，即摆是头届对外公开，冇举办王府兴义的演习营，希望把这项不幸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嘛替明年的造就先做准备。通过响起代表整个仪式正式开始，学员穿礼服、兼地落礼，当咧学习担任五子会首，甲办考人员伫咧王府内底侍王祭典的流程。别方表示，王府是造就时陈水爷咧办公甲休困的所在，规个祭典期间有济事务爱做。这嘛演变成一套管理制度，现场布置王府参造就时拢共款，互学员是一体验侍王仪式，无论是奖品的赠摕，也是放牌形式，完全照顾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当你赋予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特别的严谨。地方人士很珍惜他们的传统，而且也很慎重其事的在执行，这个在都让人觉得很感动。因为若正式造就，王府干那祭祀人员会使入去，外人禁止挖金，这嘛增添祭典的神秘色彩。这是庙方头一摆对外公开办王府兴义演习营。3年一课的台南安定所处中兴宫王文祭，红来做是市镇名宿。伫咧早年医学无发达的时代，定有瘟疫，地方透过信仰12瘟王因坐船，相信会使甲瘟疫送出海，到达有上百档的历史。陈水爷的纸红啊，有8个帮科的编制啊，就是因为讲，真8个人吼有较局限啦，吼，咱来讲莫讲伊，咱真8个人会使学尔。好，咱来开放互更较侪学员来学习。南部真侪间庙拢有邀请代天顺守的传统文化，只是各地头拢有家己的风俗。这摆演习营甲学术知识结合实物操作，学员讲学到真侪。别方表示，这嘛为明年造就先做准备。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有人爱困的是会啉咖啡，也是啉提神饮料。伫美国和英国就网庆同齐推出一款提神饮料，即马伫少年家之间是变甲真流行。也毋过，这款饮料的咖啡因是6罐可卡可乐的量。美国即马就机关保养食品药物管理局要去调查这款饮料啉落对少年家的健康敢会造成影响。在 YouTube 有4800万美将英国2大网红克西加、罗根保罗共同推出一款营养饮料 Prime， 一罐$2。这网络行销一上市，引起消费者抢买，甚至成做学生囡仔眼中真拍真流行的物件。在校园内底掀起转卖外风。不过，这种营养饮料的咖啡因含量有200毫克，是对手红过一杯，啉一罐，因讲是啉6罐的可乐。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莫车到伫立刻医师甲家长的陪伴之下，伫纽约开记者会。经过这么高的咖啡因，会对在发育当中的囡仔产生无好的影响。These drinks and the amount of caffeine in these drinks can give children and teens headaches. It can give them jitters, nervousness. It can interfere with the sleep cycle, which is so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ing brain. A lot of parents may never heard of it, but their kids have, because Prime is engaged in a vast advertising campaign aimed at kids, even though kids aren't supposed to drink a drink with this much caffeine. 苏莫呼吁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爱对 Prime 的内容物甲行销手法进行调查。业者表示，管理店员有明确警告指无建议18岁以下囡仔来啉。另外，因讲也佫推出无含咖啡因的运动饮料 Prime 补水。不过，苏莫指这2种商品的包装甲行销根本是同款，消费者无真足看根本看不出差别。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中国海南岛的长手猴，全世界即马只剩37只，是强要绝种的灵长类。不过，其实伫40当前，遮尔珍贵的物种，敢若剩7只尔。这是经过这2档保育人士真拼死，即马才增加到37只，不过嘛是有绝种的风险。发出敢若咱人哭出来声音，这种伫真悬树尾底海真罕的落来地面的动物，都是全世界上稀有的灵长类海南长手猿。讲的毛草真乌，母的规身躯金黄色，主要生长伫海南岛的树林内，因为数量真少，要追踪因都要对因的声。我们每天都要从5点左右要到监听点，然后再听长猿叫，然后再去跟踪拍摄。了解它的生活习性和它采取的植物种类。
海南长手丸伫1950年代数量本来有2000多只，不过30年减少到剩7只，强尾灭种。主要就是咱人过度滥捕加错查，互伊的生态地所消失。2年前，有关当局伫当地设立国家公园，种30万丛树啊，国家研究单位合作来抢救海南长手丸。主要是记录它的那个数量分布，还有它的栖息地这一块，监测它的一个生理健康的一个问题，记录它的一些行为学的一些数据。甲保育鸟禽无共的是，当地团队无靠人工复育的方式，是希望有因的生态地减少咱人干扰的方式，和这个叫做护林瓜王的海南长手丸渐渐生态后代。目前已经知影因的数量增加到37只，分别属有6个家庭。保育人员是希望甲青山绿水幸福长手丸了后，因的数量会当继续稳定成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真新息，来看哪只煎猪排，哪看小燕的表演。这是日本东京有一间主题餐厅，这是因为餐厅的头家想要向外国旅客推广日本小燕的文化，才想到这一步。不想要到真侪人生意真好，真侪人来定位，所以即马头家阁爱增加表演的时段。两位小燕选手准备对战。这不是竞技场，而是位伫东京的一间小燕主題餐廳。相撲を皆さんに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なというのはありましたね。今みたいにこう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イメージし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海外の人にも、日本の人にも相撲をよく思って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います。伫场上表演的拢是退役的小燕选手，透过示范比赛的方式，互外国旅客认识这项传统的竞技活动，同时也会邀请游客上竞技台体验，互活动更较有趣味。The best thing is the sumo wrestlers themselves are so personable and really take the time to make it such a funny, enjoyable experience. And I like that it's kind of gives an opportunity to everyone to be a part of the show as well. 餐厅消费是一人11000块的票，大约2400块台票。那有小燕表演活动，也提供人客日本的手路菜、蔬菜制作的煎猪排。餐厅头家同时也是退休小燕选手田中康裕表示，目前店内有6位前职业小燕选手，因拢真用心，伫咧推广这项传统文化，同时也会分享过去伫比赛时经过的艰难情形。伊表示，甲正式小燕比赛气氛沉重佮严肃无同，餐厅的互动表演充满欢乐甲笑声，人可伫娱乐中得到知识，同时也为这的前职业选手展开事业第2春。最初11月19日にオープンをして、最初の11月はとんかつ屋さんだけでやってました。その時にちょうど国がインバウンドを受け入れるのを開始しましたっていうタイミングとちょうど一緒になって、そこがもう僕のラッキーなとこだったんですけど、12月からはお客さんがもうずっと満席ですね。目前只有伫中昼时段表演，有约已经全部办啦。餐厅头家拍算招募更较侪退休的小燕选手加入，搁增加尾仔仔的表演时段。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将真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